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总统 Trump 20签行政命令，要求教育部长甲教育部关起来。这理由是美国囡仔成绩比别国较歹，甚至是吊车尾。讲这教育部无做代志，煞开遐尼侪钱。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头一届有总统想要甲内阁部门废掉。 20个白宫当天安排一队册刀啊，甲一群学生囡仔，因是要来见证川普签行政命令解散1979年由国会成立的美国教育部。After 45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spends more money on education by fa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and spends likewise by far more money per pupil than any country, and it's not even close. But yet, we rank near the bottom of the list in terms of success. 川普表示，美国学生的学业表现无好，不过教育部会当自由支配预算，却伫真短时间内大增加600%。这是安怎要甲联邦教育机构解散的理由。川普的命令也规定讲，任何接受教育部存的资金的计划也是活动，拢无应该推动多元、公平、包容，也就是 DEI， 或者是性别意识形态。Should I do this? CNN 报道讲，美国现代历史上，阁无任何一位总统想要关掉一个内阁级的机构。正因为川普无这个权限，进入国会表决也未通过，所以伊写过这个听书，透过行政命令指示教育部长麦马洪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促进教育部关起来，并且甲教育权力还予各州。But we'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our teachers, and I believe the states will take actually better care of them than they are taken care of right now. They'll work all sorts of systems and even merit systems. Those great teachers are going to be maybe a little bit better rewarded. 教育部监管美国大约10万间的公立学校，甲3万4千间的私立学校，不过有超过85%公立学校的资金是来自各州甲地方政府。目前促进多元化，并且保障跨性别学生权益的计划已经予撤销。不过教育部一寡核心的工作，亲像处理学贷、特殊教育甲弱势学生补助的计划，是有可能拆分到其他的部门来管理。Let me say to you, Mr. Trump and Mr. Musk, you will not take your wrecking ball to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We will stand in your way. 3月11日，美国宣布辞掉教育部超过1300名员工，因来抗议者前往华府教育部外口来示威。虽然要裁撤教育部这个联邦机构，要想得到参议院60票以上绝对多数的同意，程序真复杂。不过，川普透过行政命令甲大裁员，其实已经予教育部行无啥的震动。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